太阳冰镇拿过来出水了。好，那些有没有鱼？应该有吧，我给你尝一下。哇，有这么大的鱼！你怎么知道？我也尝一尝。大爷，别再进去了！不要开玩笑，大姐，帮忙骂我。别小心眼撒，大爷，这里有呢。这么少的东西，考验没动过。快弄，就玩在。大爷，来帮个忙，帮忙子。右边，一块点。出来了。来。哎，出来了。哇，大爷可以拉网了。好。大西，网出来了。好，那里先放一下。好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你这样过来抽网就行了。来走。停了。收获了，大爷来帮个忙。好，过了。来收。用劲，大爷。但是你这里有没有鱼？有鱼，应该有点重呢。有鱼。还好重呢这个。来，我用劲。这么大的一个。哇，几个蛋！这什么鱼？不知道，反正好干。哇，这个鲨鱼！有3个。来继续说。哇，今天好像就3个就够了。那些这个是鲨鱼。这个鲨鱼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个是像大的。这个妈妈吧，应该这个爸爸，这个小的是他儿子吧，反正好干。现在我们吃大的吧。哎，这个想给爷爷吃嘛，大的吃这个吧，大爷这个也好干。走。看起来真好吃，那我们快烤吃。快，你去找个柴火。好。什么味道？穿鞋子吗？比你的脚香多了，大爷嘞！加火，大爷加火！香了，大爷香了哎！熟了没有，大西？熟了，吃吧。
哇，这香的哎！到底香不香？香香香很。小桃，你也吃多一点吃。好好。哎，热大爷的，你吃啥？哎呦，这点有吃。我也没吃饱大爷，这个剩下的明天给爷爷吃。好。